本影片將示範如何透過稅務代表網站填報個別人士報稅表的提交已完成的報稅表部分。你所輸入的資料會顯示在模擬報稅表，以待確認。請仔細核對這些資料是否正確。如你需要更正任何輸入資料，你可按導覽列步驟以填報報稅表下的功能表返回有關部分。你可以點擊頁面底部的估計應繳薪俸稅款額按鈕以預覽估計應繳薪俸稅款。如資料無誤，請點擊完成按鈕以完成填寫的程序。恭喜你，你已成功為你的客戶填寫個別人士報稅表。你可以點擊列印或儲存按鈕以保留此確認書。提示信息將會發送到你的客戶在稅務易的個人稅務網站賬戶內資訊息盒的收件盒。請提醒你的客戶在提交限期前，登入其個人稅務網站賬戶簽署並提交報稅表。當你的客戶提交報稅表後，你可以在稅務狀況檢視有關報稅表。